邁阿密熱火同埋佢哋球星 Jimmy Butler 嘅肥皂劇，相信即將接近尾聲。其實自從上年年薪5600萬嘅 Jimmy Butler 其實已經同球會傾緊續約，去到今年年底，總裁 Pat Riley 其實講到明，絕對係唔會以頂薪簽約呢個35歲嘅年邁球星。本來一直保持緘默嘅 Jimmy Butler 提出要求離開球隊。喺 NBA 出名孤寒才子嘅 Pat Riley， 其實過往都已經出現過好多次唔肯同佢哋一啲比較年長嘅球星續約。咁多隊波其實只係得一隊願意用頂薪簽 Jimmy Butler， 嗰隊波就係鳳凰城太陽。上個球季佢哋諗住羅致 Bradley Beal， 希望可以組成三箭頭，結果成個化學作用完全唔 work。諗但係成個球員交易裏邊咧，暫時仲有一啲嘢棘住，就係 Bradley Beal 一個 no trade clause， 唔可以立亂轉走佢，除非自己個人同意。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NBA 得意消息、古仔以及最新動態，請立即關注 NBA Outsider 以及 VBasic HK。